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一回小男童凯凯疑似防虐待教师的案件，昨过来开庭。这个姓刘的年母是当庭痛哭认罪，但是伊认罪了后，针对检察官部分的问题，是用无印象、无意见等等的话语简单来交代，而且佫反起反倒。外界质疑这是策略，要来争取法官判较轻的，并不是真心要来认罪。 是不是会承认自己有虐待凯凯啊4月30日这一天，社会关注凯凯案审理重大进展，姓刘的林母态度大转变，当庭默默号口认罪。不过这目屎含讲法，外界就怀疑可能和诉讼记录有真大关系。 本院4月开庭，民间团犯证人作证，多算认罪。检察官的出招是敢若嘛是乌龙细套，包括拍凯凯几摆。检方质疑希望甲警察新进的数量侦查。姓刘的林母先解释讲无印象，看到检方提出笔录，伊个解释讲无意见。针对拍凯凯骹手，伊家己讲到11月初日是我上尾一摆。检察官问到希望甲小妹讲，洗好骹手准备包起来，咁代表若是要困都爱拍凯凯。姓刘的林母无正面回应，敢若讲袂记你包起来是啥物意思？伊进前讲凯凯伤害家己，煞无讲着包。姓刘的林母拢讲无印象，毋过即马看着啊。 欢迎团犯这位证人，包括外籍看护真林母、姓刘林母的囝含法医是苏丁丁，想过头侪证词拢对林母不利，外界就怀疑，敢是安尼律师才会改变辩护方向。很显然，在此之前都还在观望案件的走向，最后评估所有证据及证人证词，认为对自己不利，在与律师讨论后才会改作认罪答辩。法院并不会因为被告认罪就当然给予轻判，还是会依照被告对于犯罪事实之答复及犯后态度而为综合认定。如果被告只是为了求轻判而认罪，反而会造成反效果。凯凯案引起社会公愤，姓刘的林母当庭认罪，敢是真心的无人知。不过审理还未到上尾阶段，外界嘛继续关注案情的进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